如果有多張車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啊？電車個閘夾爆咗我放喺袋入面嗰間蜜糖，啲甜味喺車上面蔓延，跟住電車滴落去每一段路。你嗰張單程飛，而家終於等到新嘅海岸線，故事就係從呢度開始。呢架電車就好似一條生鏽嘅時空罅隙，呢度一個個乘客就好似一條條塞滿記憶嘅沙甸魚一樣。喺電車起行之時，我都成為過其中一條。我逼入去，同佢哋一樣，想揾返你舊時嘅身影。喺座城市入面，我跟住記憶嘅軌跡行，地上嘅街磚混入當年嘅沙同石，但我已經分唔清。喺呢度，我聽到1964年東京嘅雨。啲雨打喺呢條63年起成嘅行人天橋，或者世事總係多變。2002年就變成而家嘅奧運橋，兜兜轉轉，我都係返嚟呢度。我哋嘅起點，亦係我哋嘅終點。呢度人來人往，每個人都係每個人嘅過客。有啲人去糖街，有啲人去怡和街，有啲人去邊寧頓街。我哋最後都係行咗去唔同方向。遠行到最後，我哋之間都到此為止。你同我講，紫菜係1883年填海嘅遺書，而啲墨魚丸係溺緊水嘅島仔。啲島仔喺水面浮下浮下，80年代嘅時間，佢哋就喺呢度扎根。你講過，苦係時間嘅藥方，苦口良藥，沖淡時間嘅逝去。但你記唔記得？我每次食龜苓膏都會落3斤蜜糖，呢啲回憶就似蜜糖咁，將過去緊緊咁黐埋一齊。我分唔開，亦都分唔清。呢度係河東爵士同河張連國居士喺1935年創建嘅東連國院。我喺度聽道，學習佛學。我貪，我嗔，我痴，呢啲成日都聽到，而放下從來都唔係一件易事。世間上有太多嘢都係知易行難，我嘗試過好多次，但都以失敗告終。唔知呢座聖瑪加利大堂喺呢100年入面見證過幾多婚禮呢？或者曾經
我都可以喺度做一日嘅主角，俾所有人見證住我哋講嘅山盟海誓。不過你話呢個世界上邊有永恆不變嘅嘢？我喺嗰一刻冇認同，亦都冇反駁。我唔知會唔會有樣嘢可以打破，或者喺綻放得最燦爛嗰一刻失去，最美好嘅回憶先可以長存心底。張車飛同張機票，我本身想俾保良局㗎，但佢哋話本局只收留人，唔收留弱勢。張車飛已經失效咗好多年啦，而家個個都用八達通，咁多年嚟好多嘢都變晒。如果有機會，我想同你行下而家嘅銅鑼灣。